跟住我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兩個團嘅細分行程。先係呢一個進北進南大環線直航8天團，我哋特備咗山西嘅驚喜旅遊禮包，唔單止有超得意嘅大同文創 IP 佛小盤，仲有醋葫蘆原創手機包同埋恩州黃小米。我哋會去參觀起喺懸崖峭壁上邊嘅寺廟懸空寺，仲會包埋景區交通登上寺廟，參觀世界3大奇塔之一嘅應元木塔，可以感受到古人喺冇用釘嘅情況之下所建成嘅木塔，漫步巨型石窟、雲岡石窟，感受北魏皇家嘅氣勢。打卡佛教名山五台山。夜晚再去恩州清涼灣溫泉，舒舒服服咁樣浸個溫泉。我哋專門安排咗一個專屬泡湯區域，俾各位大寒假期嘅貴賓，呢啲先係 VIP 級嘅享受啊嘛！嚟到山西，點都要試下呷醋嘅滋味。我哋去中國唯一用橡木桶儲存醋嘅醋莊——私人醋莊，參觀純手工製醋過程，仲可以親手整翻杯醋，慢慢嘆下先。而山西陝西聯遊直飛8天團，會帶你一次過玩晒山西同埋陝西，將自然風光同埋文物古蹟盡收眼底。我哋重本包景區門票同埋交通，參觀雨叉大峽谷，感受經億萬年水流切割侵蝕形成嘅獨特景觀，打卡大自然嘅鬼斧神工波浪谷，欣賞地心丹霞同埋赤壁丹霞兩個大自然奇觀，同埋陝北民族腰鼓舞表演，遊覽中國唯一嘅死海連城鹽湖，大家可以喺度體驗死海漂浮、黑泥養生、礦泉水療、特色鹽療等等嘅專屬項目。我哋保證純玩，全程冇購物冇自費，100% 全包景點門票同埋景區裏面嘅交通代步。各位名額有限，想舒舒服服玩轉山西，快啲過嚟搵我哋報名啦！